咁入到嚟咧，呢度個感覺咧都好柔和嘅，燈光咧都唔會話好光殘殘咧，俾到你一種好放鬆嘅感覺啊！嗱，咁咧可以咧同大家睇埋佢哋呢度嘅按摩房間喎。佢哋呢度嘅按摩房間咧都好有特色嘅。咁咧我哋而家做緊正足禮咧，技師咧都會先咧幫我哋咧就用一啲牛奶咧去泡暖隻腳先啦，然之後咧就會用一啲鹽啊，用一啲粗鹽咧幫我哋洗乾淨隻腳啊。咁咧呢個過程咧真係好舒服嘅喎。咁我哋咧就啱做完服務出嚟啊！我哋今日咧就做咗2個特色嘅服務咧，一個就係120分鐘嘅精油熱石 SPA 啦，另外一個咧就係90分鐘嘅泰式按摩啊！做完服務咧就最好食翻啲甜品啦，同埋生果補充嘅體力噶啦。Hello， 大家好。之前咧我哋就去過國貿站陽光酒店以享福養生館嗰度做按摩服務。見到佢哋咧喺美團大眾點評最近都推出咗好多套餐嘅優惠。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國貿站新安大廈嘅分店嗰邊睇一下。有興趣了解多啲嘅朋友就唔好錯過跟住落嚟嘅介紹。去片之前啊，都多謝大家點讚、訂閱、分享我嘅頻道。你好，歡迎光臨。你好，請問有預約嗎？有啊，今天預約了2位。好嘞，來這邊請。好的。來先坐一下啊。好的。來先請喝茶水。然後您看一下今天想做什麼項目呢？有什麼介紹呢？因為我們這邊的話有精油和按摩2大類。按摩的話，它分為中式按摩和泰式拉伸拉筋的，就是可以提高韌性，靈活關節，就是動作幅度會比較偏大一點。平時運動量少啊，喜歡拉筋的話，就可以選擇這個泰式骨法拉伸。然後我們還有精油，現在有推出我們一個雙人套餐498的，全身精油120分鐘，然後它可以精油加熱敷，一種是火山熱石或者是草本球去搭配使用的，也可以選擇。對。好的，就先安排這個120分鐘的。這個可以，精油。對，現在在美團上面下單也比較划算。是嗎？對，然後呢，泰式按摩呢？泰式按摩就是90分鐘，對吧？它這個時間的話都有，但我們現在有推出一個王炸套餐，就是90分鐘一個雙人的，對，2個人各90分鐘，按摩加拉伸。也是在美團。對，都在美團上面下單，很划算。就是這個就是498。498，然後這個的話就是358，2個人。可以啊，幫我們安排進來。可以的啊，那你稍坐一下，我再幫你去安排。最近呢，佢哋都推出咗雙人嘅按摩套餐優惠，周一至周日草本球或火山熱石精油 SPA 120分鐘，只需要498蚊；周一至周五泰式古法拉伸90分鐘，只需要358蚊。美團大眾點評落單，因應個人消費額度，賬戶優惠都有輕微調整。先生您好，我們這邊有3款精油，玫瑰、艾草和薰衣草，我們這邊可以聞一下它的味道，然後不同精油它是有不同功效的。玫瑰的話就是美白保濕養膚，然後艾草祛濕祛寒效果比較好，然後另外還有一個薰衣草可以安神舒緩，幫助我們睡眠。您看一下想喜歡哪個味道，或者是可以。喜歡這個薰衣草。好，那我就給你準備薰衣草精油啊。做服務之前都同大家一齊參觀下呢度嘅環境先。咁入到嚟咧，呢度個感覺咧都好柔和嘅，燈光咧都唔會話好光殘殘咧，俾到你一種好放鬆嘅感覺啊。咁前台咧接待處嘅佈置咧都好有特色啦。咁咧接待處咧嘅左手邊呢邊咧就係佢哋一個水吧嘅地方啊。咁我哋做服務嘅前後咧，佢哋都會咧有一啲龜苓膏啦，有一啲茶點小食咧招呼我哋喎。嗱，咁呢度咧就係佢哋客廳嘅位置啊。咁我哋咧過嚟做服務嘅前後咧，都可以坐喺度咧飲杯茶，食少少茶點，可以等埋朋友一齊咧先走嘅。嗱，咁行入少少呢一度咧就係佢哋餐廳嘅位置喎。咁咧餐廳咧呢一邊咧都有啲儲物櫃嘅。咁我哋做服務之前咧都可以咧將我哋自己隨身物品咧放翻喺呢一度啦。咁咧坐喺呢一度咧食嘢咧，或者喺度飲嘢同朋友傾下偈都好舒服㗎。咧佢咧窗外邊咧都有好靚嘅自然嘅採光啦。咁坐喺度咧一啲都唔會覺得局促，好舒服啊。嗱，咁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做一個正足禮嘅位置嚟嘅。咁我哋咧做服務之前咧都會先喺度咧洗乾淨我哋對腳㗎喎。咁咧我哋再做服務嘅時候咧就會更加放鬆啊，更加舒服。
嗱，咁咧可以咧同大家睇埋佢哋呢度嘅按摩房間喎。佢哋呢度嘅按摩房間咧都好有特色嘅。嗱，咁好似咧佢哋呢一個咧就係傳統啦，可以做中式按摩啦，或者係精油 SPA 嘅房間。咁咧都有單人房間同埋雙人嘅房間咧可以安排嘅。咁轉過嚟呢邊咧就會見到佢哋泰式按摩嘅房間喎。見到佢哋咧泰式按摩房間咧，咁全部都用晒咧泰式專用嘅榻榻米啊！見到咧佢哋地板咧都鋪晒柚木地板咧，整體感覺真係好舒服㗎。同埋咧，我覺得佢哋咧用翻正宗嘅泰國按摩床咧，真係好專業。咁見到佢哋咧洗手間嘅位置咧都好企理乾淨㗎，完全咧都唔會有好多雜物喺度嘅。咁咧去洗手間呢個人咧都會特別放鬆啊。同埋咧，佢哋呢度咧仲有淋浴間添啊！咁我哋咧做完服務嘅前後咧都可以沖翻個涼，舒舒服服咁走喎。咁咧我哋而家做緊正足禮咧，技師咧都會先咧幫我哋咧就用一啲牛奶咧去泡暖隻腳先啦，然之後咧就會用一啲鹽啊，用一啲粗鹽咧幫我哋洗乾淨隻腳啊。咁咧呢個過程咧真係好舒服嘅喎。嗱，咁我哋浸泡完咧，洗完之後咧就會用翻啲清水啊沖乾淨隻腳。可以嗎？可以啦，好。嗱，乾淨晒啦。咁最後咧都會抹翻乾淨我哋雙腳嘅喎。首先咧，我哋就會做120分鐘嘅熱石精油 SPA 按摩，或者咧都可以選擇佢哋熱敷嘅草本球。開始嘅時候咧，技師都會用翻按壓嘅手法幫我哋放鬆翻我哋繃緊嘅肌肉。接住咧就會用我哋選擇好嘅香薰精油幫我哋做 SPA。技師咧都會運用循序漸進嘅滲透力，幫我哋放鬆肩、頸、背、腰部、臀部、大腿肌肉。然後咧都會幫我哋用預熱好嘅火山熱石擺喺我哋嘅背部，加強滲透。利用火山熱石推動我哋背部嘅膀胱經，有助通經活絡嘅功效。接住咧，我哋就會做埋90分鐘嘅泰式拉伸按摩。提升身體嘅柔軟度咧，就會加強我哋日常生活嘅靈活性，有助頭腦靈活，轉數都會快好多啊！咁我哋咧就啱啱做完服務出嚟啊！我哋今日咧就做咗2個特色嘅服務咧，一個就係120分鐘嘅精油熱石 SPA 啦，另外一個咧就係90分鐘嘅泰式按摩啊！咁我覺得咧就呢2個服務咧個性價比都好高啊，因為咧呢2個都係雙人嘅套餐嚟嘅。咁咧佢做精油熱石嘅時候咧，技師咧都好有經驗啊！咁咧佢用嘅力量啦，咁都係慢慢循序漸進咧，幫我哋咧可以咧由肩頸嘅部分啊、背啦、同埋腿啦、臀部咧，咁慢慢咁樣可以做到一個放鬆嘅效果啊！咁用熱石咧幫我哋喺背部做按摩嘅時候咧，熱石嘅滲透力咧就可以咧令到我哋嘅神經咧可以馬上有放鬆嘅感覺啊！所以咧，我覺得咧精油熱石咧係一個最好嘅配搭。咁佢呢個套餐咧，除咗可以用熱石之外咧，亦都可以用草本球咧做一啲舒緩嘅。咁呢個咧都可以睇大家自己中意選擇。泰式嘅按摩服務咧就更加專業啊，因為咧入到去嘅時候咧，全部咧個風格咧都好似我哋身處泰國咧，去咗泰國做按摩咁啊。咁咧佢哋用翻呢啲榻榻米咧做按摩墊啦，咁咧令到我哋拉筋嘅時候咧，技師個發揮嘅水平咧就會更加好啦，就唔會好似平時喺按摩床嗰度按摩咁樣咧，成日都要
就住，驚跌咗落床啊！咁我覺得咧呢一度咧就真係好專業嘅。咁同埋咧做拉筋嘅時候咧，技師咧都唔會話太多死力啊。咁咧都係因為佢哋可能平時咧都呢一方面咧即係有研究做開啦。咁咧所以咧佢哋泰式嘅手法咧嗰個放鬆效果，我感覺都特別好啊！做完服務咧，就最好食翻啲甜品啦，同埋生果補充下體力噶啦。佢哋嘅位置咧就喺深圳市羅湖區南湖街道人民南路3009號新安大廈5A 至5B。由羅湖口岸過關，我哋就會搭地鐵嘅1號線，搭一個站去到國貿站揾 E 出口。上到嚟地面，面對翻 E 出口，沿住左手邊嘅通道行到去路口嘅斑馬線位置。沿住人民南路過馬路一直向前行，離遠呢就已經望到新安大廈。抬頭望一望呢，就已經見到怡享福泰式按摩 SPA。行入去大堂，揾返可以上5樓嘅升降機。出咗升降機門，望向左手邊就會見到佢哋㗎喇。鍾意我呢條片介紹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支持訂閱我嘅頻道，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留言講下你嘅感受，撳埋個小鐘仔，下次有新片可以馬上通知大家。我哋下條片見。